Sora 呢一個 app 咧已經推出咗2星期啦，現時仍然只限於美國同埋加拿大用戶使用。收到幾位朋友查詢問我點樣下載到 Sora 呢個 app， 同埋邊度去揾到嗰個 invite code。咁我一次過拍呢條影片去分享下我嘅經驗啦。首先釐清下個概念先，其實你喺網頁度輸入 Sora.com 咧都會入到個網站，但係你要使用 Cameo 呢個功能嘅話咧，就必須要下載 Sora 手機 app 啦。呢個功能咧係可以複製你個樣，咁你 generate 影片嘅時候咧就可以包含你個樣喺個影片入邊啦。咁呢個功能咧係只限喺手機 app 先做到嘅，喺網頁版係做唔到。網頁版咧淨係可以打字輸出到影片，但係複製唔到你個樣。所以如果你純粹係 generate 影片，唔需要有你個樣喺個影片出現嘅話咧，其實你就咁開 VPN 轉去美國入去 Sora.com 就可以噶啦。另外，當你去登入 Sora 嘅時候咧，你需要有 ChatGPT 嘅 account， 免費 account 都可以嘅。跟住落嚟，我會講點樣將你嘅 iPhone 或者 iPad 轉去美國地區去 download Sora 嘅 app。我自己唔係 Apple 嘅用戶嚟嘅，其實我係好憎用 Apple 啲產品嘅，所以咧我係用我個女嘅 iPad 去 download Sora 呢個 app。你而家見到個畫面可能同你自己個界面有少少唔同嘅，但係大方向而言呢，就係想辦法將你嗰個 App Store 轉去做美國地區啦。咁呢張圖我上網 download 嘅，咁你去 settings 嗰度啦，點擊你嘅名，然之後揾 Media and Purchase 喺度呢，你就可以選取去更改你個地區。咁我建議你轉去美國啦。而我就係用我個女嘅 iPad， 咁我進入咗 App Store 之後，撳右上角，即係你個人嘅 profile 啦，然之後就點擊你 profile 嗰個名，同樣地咧喺下邊咧，你都可以選取去更換嗰個地區嘅。咁你點擊之後咧，你就要選取美國啦，佢會叫你去輸入一個付費方法。我自己咧就選擇咗 None， 即係唔提供任何付款嘅方法。跟住下邊係需要你去填寫你美國嘅地址嘅。咁當然我係亂填啦，但係亂填得嚟咧，你都要合邏輯噶嘛。即係例如你嗰個 city 同埋嗰個 zip number 係要對應嘅。咁你最簡單方法咧就係問 ChatGPT 啦。舉個例子，我成張截圖抌落去 ChatGPT 度，叫佢俾一個 demo 嘅 data， 佢就俾咗呢個啦。咁喺佢俾我嘅 data 入邊，佢個 city 係 San Francisco， 個 zip number 咧係9415嘅。咁我即管去對下呢個資料啱唔啱啦。Google 度 search zip 94105，你會見到咧佢顯示嘅地方咧就係 San Francisco 啦。呢個 task 好簡單嘅啫，我相信你求其問一個 AI， 佢都會俾到呢啲 example 嘅資料嚟噶啦。所以簡單啲嚟講，嗰個 street 嘅名同埋嗰個電話 number 咧，我都係亂填嘅。當你將 App Store 轉去美國之後咧，你 search Sora 就應該會見到呢個 app 噶啦。咁你使用呢個 app 嘅時候，就需要使用 VPN 啦。最後大家最關心噶啦，就係我點樣攞到個邀請碼呢？呢一部分呢，我相信唔多唔少都係需要啲運氣啦。我係直接喺 Twitter， 即係而家叫 X 啦，上邊直接 search 嘅。咁當然有好多人係要求你 follow 佢啊 comment 留言一啲嘢啦。咁我自己最後呢，係進入咗一個小紅書嘅群組入邊去攞到個邀請碼嘅。所以大家可以試嘅就係去 X 嗰度 search Sora 邀請碼，然之後撳 latest， 然之後咧佢就會顯示最新嘅貼文啦。咁喺度咧你就睇下有冇好心人咧去分享嗰個邀請碼啦。而家見到呢啲唔知真定假啦，9個鐘之前、22個鐘之前咧有人分享咗。我自己亦都問緊一啲朋友，因為當初我個邀請碼就俾咗4個朋友啦，咁我都會問翻嗰4個朋友可唔可以叫佢俾翻個邀請碼。如果仲有 quota 嘅話咧，我都會將嗰個邀請碼咧擺喺呢條影片嘅 comment 下邊。咁我希望如果有朋友攞到邀請碼嘅話咧，亦都喺 comment 度 share 翻你個邀請碼出嚟啦。但係無論如何啦，我自己估計等多幾個星期或者1個月嘅時間呢，我相信佢都會開放俾其他市場同埋 Android 手機嘅用戶使用。所以如果覺得頭先個流程好麻煩嘅話呢，其實都可以等多陣嘅。另外如果你將個 App Store 轉咗去美國嘅話呢，記得順手 download 埋其他嘅 AI app， 例如係 ChatGPT 啊、Gemini 等等啦。希望今次影片幫到你，下次影片再見。